中國委託公證係將發生喺香港嘅法律行為、有法律意義嘅事實同埋文書，由中國委託公證人簽發證明文件，再經中國法律服務香港有限公司進行審核、加章、轉遞嘅公證。比較常見嘅公證文書類型有幾種。第一，聲明書，證明親屬關係嘅婚姻及家庭狀況聲明書，用喺繼承內地遺產嘅繼承或者放棄繼承聲明書。第二，見證法律文件嘅簽署，例如個人委託書、贈與書、買賣合同等等。第三，證明文件嘅正副本相符，例如出世紙、結婚證書。第四，證明法律事實，例如香港公司嘅公司資料狀況證明、公司董事決議證明等等。